第二种声调，字音的声调。字音的声调，英文学 phonology 讲是有7种。罗马字母音的顶头的记号，就是字音的声调。这会使甲字音的声调分做2款，一款是一般的字音，搁一款是读音的字音。一般的字音有5种，用数字表示是1、2、3、5、7。第一条的罗马字母音的顶头是无记号的，咚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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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读音的字音有2种，用数字表示是4、8。第4条的罗马字母音的顶头是无记号的，嘟、嘟、嘟、嘟。安尼，拢总都是7种声调。罗马字的记号甲数字定着爱记号条，爱尽管是。这伫写字、读册、找字典的时阵，是上要紧的基本的知识。练习：在、残、杂、早、在、滴、着、伫、丢、中、对、长、拄、长、蹲、坐、车、坐、册、坐、组、总、纸、蛇、做、乌、高、多、组、户、罗、乌、高、多、组、户、罗、腰、叫、烧、招、着、绕、庙、流、腰、扣、小、少、着、休、休、六、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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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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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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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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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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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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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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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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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单、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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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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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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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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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ha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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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